平安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的亲子礼拜能够从疫情开始到现在，经过线上这么多人的用心努力来制作，也让我们不因为疫情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来脱离，反而让我们更紧密，在享受上帝的话语，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天父。今天这一周是我们亲子礼拜的最后一个礼拜，很期待下个礼拜实体的礼拜吧。下礼拜我们将要回到我们的主日学教室，一起来敬拜上帝。不要忘了哦，早上9点到我们的社区活动大楼的2楼，一样戴好口罩，做好防疫措施，一起来到教会敬拜上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做亲子礼拜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们都不离开你，我们依然要遵守你跟我们的约定。我们要时时刻刻来亲近你，读你的话语，时时用祷告来跟主你相连结。感谢你让我们疫情当中有传道，有老师，有许多的同工们一起为我们制作了这亲子礼拜，让我们也能够继续的聆听上帝的话语，让我们继续的照你的话语行走在我们的每一天的道路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恳求你，在我们恢复实体礼拜的过程中，你让我们每一位孩子能够有一颗渴慕的心，回到教会来一起敬拜赞美你，将我们今天的亲子礼拜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你也让那些还没有在线上的孩子们，让他们能够有一颗渴慕你的心，主动的积极的来到上帝你的面前，一起跟我们敬拜赞美你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现在我们一起来读经。好。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到40节，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。你着专心、专情、专意听主你的上帝。你着专心、专情、专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是上大搁第一的诫命。这是上大搁第一的诫命。第二个嘛像款，着听厝边，亲像听家己。第二个嘛像款，着听厝边，亲像听家己。全部律法甲先知的教示，拢用这2条做根据。全部律法甲先知的教示，拢用这2条做根据。我予恁一条新的诫命。我予恁一条新的诫命。恁着三听。恁着三听。叫我听恁安尼。叫我听恁安尼。恁嘛着三听。恁嘛着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会对这来知，恁是我的门徒。恁若三听，众人会对这来知，恁是我的门徒。恁着专心、专情、专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是上大搁第一的诫命。第二个嘛像款，着听厝边，亲像听家己。全部律法甲先知的教示，拢用这2条做根据。我予恁一条新的诫命，恁着三听。叫我听恁安尼，恁嘛着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会对这来知，恁是我的门徒。力量。
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圣经哥罗西书第4章2节，你们祷告要恒切，且要警醒，对上帝存感谢的心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，要常常喜乐，常常祷告，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，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。雅各书第5章13到18节，你们当中有遭遇痛苦的吗？他应该祷告。有喜乐的吗？他应该歌颂。有害病的吗？他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替他祷告，奉主的名替他抹油。这祷告若是出于信心，就能够治好病人，主会恢复他的健康。病人若犯了罪，也会得赦免。所以你们要互相认罪，彼此代祷，使你们得医治。一人的祷告有很大的功效。以利亚和我们同样是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上帝不下雨。果然有3年半之久没有下雨。他再祷告，天就下了大雨，大地生产五谷。喂，肖老师，我是阿元，好久不见了。嘿，阿元啊，这段时间疫情你都过得还好吗？停课不停学，视讯上课的那段时间，妈妈都在家陪我。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以前没做过的事情哦，超好玩的。哇，感谢上帝耶，听起来很棒啊。虽然在家里也不错，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很希望可以回到学校去上实体的课。那么现在已经开学啦，你每天都很开心的跟同学一起玩，对不对啊？对，但是每天几乎都要考试。其实我昨天才和隔壁桌的同学吵架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好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试着跟上帝祷告，跟上帝分享你的心事哦。当我跟上帝祷告的时候，我可以对上帝说些什么啊？老师分享给你听哦。Hello， 小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有没有无话不说、无话不谈的对象呢？这个对象是你的家人还是朋友？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谈话的对象，那我们的生活一定就不会感觉到孤单寂寞。老师要向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人。这个人呢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他分享心事，不管你是要抱怨发牢骚，或是要跟他分享你很快乐的事情，他都非常愿意聆听，而且呢，是一位很值得信赖的对象。这个人呢，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。上帝的耳朵就像便利商店，全年无休，从来都不打烊。我们呢，完全都不用担心他会因为太忙就听不见我们跟他讲话的声音。祷告就很像在跟上帝讲话，有一点像是我们在讲电话一样。虽然我们在讲电话的时候看不见对方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人真实存在，而且我们还可以想象他在电话那一头的表情。我们在跟上帝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虽然看不见上帝，但我们可以想象上帝他非常期待、非常喜欢听见我们跟他祷告。上帝他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，
甚至有的时候，连我们的心里面还没有开口讲出来的话，他都知道哦。上帝喜欢我们常常向他祷告，但是这个祷告并不是他要听我们例行事务的报告。上帝呀，我今天6点半起床，刷牙洗脸，然后吃了吐司早餐，然后大约7点半到学校，开始打扫工作。中午午休，上完了体育课，下午4点半，爸爸接我放学，然后啊，上帝，然后也不是向上帝下达指令，希望他可以代替我们来完成。上帝啊，我跟你说哦，明天呢，我要考数学哦，我只能考100分哦，记住是100分哦，麻烦你了。有很多小朋友都会像刚刚阿元一样有这样的疑问：当我要向上帝祷告的时候，我应该要说什么话才好呢？我们可以在每天起床的时候，先用祷告的方式跟上帝打声招呼，然后开始一整天新的生活。到了中午或是晚上睡觉之前，再想想看，今天一整天发生了什么开心的事呢？或是有什么令你难过的事情，都可以用祷告的方法来跟上帝分享。例如全家一起出游去玩，或是考试的成绩不理想，跟同学有冲突，这些事情都可以跟上帝分享哦。遇到开心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跟上帝感谢。难过、伤心，则是祈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智慧去学习。当然，如果我们有犯错的地方，我们也要勇敢的在我们的祷告当中跟上帝认错悔改。其实跟上帝祷告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面向。当我们生病、身体不舒服，或是遇到令我们很紧张、害怕的事情，都可以跟上帝说，祈求上帝赐给我们平安的心，让我们有勇气可以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。祷告并不是我们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他就一定要应许我们。在圣经当中，保罗常常提醒信徒，祷告要恒切警醒。这就是说，祷告的时候要有专注的态度，持续的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面，而且心里面要做好准备。祷告是基督徒每天生活最基本的行为，所以呢，我们绝对不能用开玩笑或是聊八卦的方式，更不可以随随便便边滑手机边祷告。这样的态度就是一种很敷衍的态度。另外，我们也能在祷告当中学习为别人祷告。当我们身边有人生病、受伤，或是在生活当中遇见许多的挫折还有困难，我们可以成为他的代祷小天使，使用祷告陪伴他度过各样的难关。为别人祷告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，是一种爱人的行动。耶稣是我们与上帝之间和好的桥梁。耶稣为了救赎我们，被钉在十架上，也因为这样，我们现在才能够自由的用祷告的方式跟上帝说话。每次在祷告结束前，我们都会说奉主的名求。这句话是提醒我们能够祷告，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先救赎了我们。最后一句阿们，指的是我们所祷告的话都是真心诚意，没有半句谎言。阿元，别忘了下礼拜天11月7号，我们的主日学恢复实体礼拜咯。还有要记得常常祷告哦。那现在你就试着来向上帝祷告吧。好，感谢上帝，谢谢你让我们面对太
台湾的疫情，到现在我们能够恢复到实体来上课，也谢谢你让主日学能够恢复到实体的礼拜。上帝，请你帮助我，因为我在学校跟其他同学有一些小冲突，请你让我能够跟他和好，也给我智慧，让我知道怎么样跟他来相处。上帝，也请你保守老师，让老师在面对恢复实体礼拜还有上课的时候，他们能够有智慧和力量，越来越忙碌，但是他们仍然可以靠着你来能够完成这些困难的任务。现在我要将这些都摆列在你的面前，求你来帮助。谢谢上帝，孩子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阿们。阿元祷告得很棒哦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！拜拜喽，拜拜。我们一起来学习本周的金句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章17节，常常祷告，常常祷告。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5章第17節，就繼續祈禱，就繼續祈禱。你的杯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临到，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我的日子，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们。儿童主日学亲子礼拜将于11月开始恢复实体聚会，欢迎大家11月7号上午9点，一起在社区发展中心2楼的主日学教室，与我们一同敬拜上帝。9点半，邀请大家依照自己的年级进入幼儿园以及低、中、高年级，还有国中组的线上 Meet 小组，与同学们一同分享。本周读经范围：圣经
哥罗西书第4章第2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，雅各书第5章13到18节。阿尔法儿童圣经朗诵比赛，本届赛事因为疫情采录影参赛，欢迎大家踊跃参与。教会将于11月14以及21号2个礼拜，协助比赛者进行参赛影片的录制。详细报名资讯，请参考报名简章。大家平安。这边有一个活动消息要跟大家分享，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，我们的儿童营在10到12月，10月23号音乐律动营，11月27号科学小达人营。12月25号体能运动营，报名资格幼儿园到国小6年级，活动时间礼拜六下午3点到5点半，在同一个时间也有我们的幸福家长成长班，欢迎家长一起报名，跟小朋友一同在教会里面快乐的学习，一起成长哦。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快乐儿童营，欢迎你！小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我们一起同心来祈祷。父神，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在面对疫情减缓的时候，在下礼拜我们可以来恢复实体聚会。主要恳求你祝福我们，在我们的学校生活以及家庭生活，都有你从你那而来的美好祝福，让我们可以在学校荣神益人，让我们在家里面能够成为孝顺父母的好小孩，也帮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智慧来去面对学校学习的困难，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困难。我们将以下Google Meet 的时间也全然交在你手中，保守我们与老师和组员的讨论过程，我们都能够彼此来得到好的分享。我们这样子一切的祷告全然献上，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